一天，听讲东门外的菩提寺要做一工道场，大风寺的缘分解脱超多。我甲朋友相约要去看人节，无想到伤晚去，拄入山门，就拄着要转厝的人。阮知影法会已经做煞，朋友讲天色要早，咱会使去找这个回收开讲。阮两人行到身旁，看到回收当地照顾一个拿去食的病人。伊看到阮，甲工课起来，招呼讲：为什么来遮晚呢？来坐来坐。本地无要来，煞互这双骹硬喙到遮。伊是安怎呢？这个人吗？是我以后迄天下晡伫后山文泉塔家着的。看伊真艰苦，我嘛无敢问，唔知伊是为怎样会安尼。我朋友调我识个人，真足加看，听一个讲：哎，你毋是当春世位的阿虎吗？是怎样创得安尼？我嘛调我，伊煞我过头去，拢无出声。为好嘛，因是当初的细日感嘛。听讲进来，伊阁较好食。恁遐的餐园，伊阁毋是将要霸占去吗？为什么会创到这款地步？甲我的官司也未了足的，我究竟是互伊对头的元首人创治的，也是伊甲吴振辉感觉对世间不足，想要自杀。论心是这款人下家创治伊嘛无心会反悔的人。善恶到头将有报，我究竟是天堂之法。恁出家人总是随地说法，迄善恶安怎分得？敢有标准吗？你干那管善理善，恶理恶，回收敢会用家理分别，假设标准。我善恶，我的善恶，你嘛有你的善恶，善恶敢会当在人定的吗？你的话无一般性。就是有一般性，毋才会当安尼。你善理善，恶理恶，一般的善恶，犹原是一般的。袂使硬要别人善理善，恶理恶，嘛袂当准别人善理善，恶理恶。你的话伤凊彩，善恶。我出家人问你，人是毋是爱生存？若安尼，原来为着生存，会当讲伊是恶吗？毋倒为着家己的生存，就去侵犯别人的生存，会当讲伊是善吗？搁比论讲两国战争，毋惊牺牲无少性命，谁敢讲伊是恶？毋过家人害死，即款代志会当讲伊是善吗？印度的马哈马甘地，若是印度人，全世界嘛拢鼓励伊、敬重伊。即摆毋是互英国政府记做恶人，受加起来吗？就讲你所信的善恶，你敢会当确认吗？敢会当随地随时一点仔拢毋食早，喙开就讲，拍算袂当安尼？师傅讲得对，毋过敢若淡薄仔激动，嘛有寡情绪伫咧。是，我想袂到出家人有这款理论。毋过讲的是事物之间真的现象，就是善恶的本体。实在即摆社会心理已经起大变化，就讲我家己看到报纸报的异议者事的不良分子，就准因是思想得浅的人，是善得者，替多数人无求幸福的。卡者后嘛足人成功。哦，你的思想当时嘛恶化啊！你敢无听讲吗？乖囡仔，你是足顺良柔顺的，会想要保守你。莫讲笑，恁的好朋友听讲要受刑罚，加伊发落伫车爷爷的地工里做苦工。迄个较好啊！第四点的兄弟啊，大家拢足好打的，敢做代志的，可惜无人知道。若我讲，恁家人，迄细位的安怎样啦？咱干那要滚笑，莫甲伊的苦听入记忆。互伊加受一下压迫，点彩会甲伊的心肝简化一丝啦。言人话莫讲，
那毋介意会因搁开拆一个？那着开拆。人生本地就是做得，即世人拢是结果，若是顶世人存落来的，就是即世人一来的。照安尼讲，伊较早的潮潮，都是医学界享受的，为什么搁会有即届的苦痛？那照你讲的，咱毋着莫做未来甲后世人的拍算吗？毋是，因果循环，互为因果，相体袂煞。因是因，果是果；因毋是因，果毋是果；因又果是因，果又果是果。人生的幸福是家己创造的，毋是别人好心分的，是爱平等普遍，如空独占也是享受过头。有一个幸福，内底都有一个不成之理，所以今仔日的果，就是明仔载的因。即摆的一粒仔，其中就藏着无限的未来。即世人了未了，后世人就通知。安尼就抓袂准啦。那像即摆即个人安尼，你讲是过去的恶果，嘛会使讲是未来的成因。要安怎抓准？就是徛点果来找找因，徛连因来认捌果，对果来生因，相体袂煞，是要安怎抓准？所以讲，现在因是爱人对过去的忏悔，未来因是爱人对未来的愿望。这个人我真毋茫伊会当了解，结有著作，最感二天。师父为什么着意？防范我不自卑之源，体现身现出阮之心。那准这是恶果，你将听伊一分痛苦，毋着加重伊即摆罪孽。那要是善因，你互伊一分运费，总定会败害伊未来的生活。阮干那做这一点仔善心，人为救苦，袂负失败的打算。好大胆！怪不破的罪名先发，尚且毋准人预期，天降之法，你敢家己赦免？哈哈，你是甲互将准做美德的良民吗？这落话恐惊无人敢听。即马大千世界里有啥物法律？敢若有彼此特别阶级的痛苦尔尔，嘛都是一种暴力的表现啦。这个回收今仔日是食了啥物成分剂？等去吧，其实已经无早。是啦，爱较紧的才好，日头嘛暗，都袂赴啊。我就惊我为后边啊，替伊指导讲，你若会当家己感冒情绪，心灵定就会甲你保庇。